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里教会影像特刊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里教会历史通分做3个时期。西里教会历史通分做3个时期。头一个时期是1879年到1910年，称做加东仔教会时期。第二个时期是伫1911年到1951年，称做大东路礼拜堂时期。第三个时期是伫1951年到现在，称做延平路时期。大东路的时期是1911年到1951年。上帝赐允予西里基督长老教会信徒人数继续增长，加东仔礼拜堂用力有限，就计划改建新的礼拜堂。上帝奇妙恩典帮赞，透过长老时担任西里区长的廖成丕长老协助，按日本政府买得西里镇588号的地皮，就是清国时代的巨岩馆官地。伫红毛村先生墓会的期间，教会由加东仔徙来西里街的车仔头起新的礼拜堂。大东路礼拜堂伫主后1901年12月落成启用，是闽南式的大厝。这间厝伫1954年转卖，建筑物也伫2003年拆除了后改建做铁厝。长老时教会的长老有廖成丕、郭文鼎，执事有王大必。王大必是王华东牧师王爱兰医师的阿公，也有听和成林一乐。林一乐又名林一乐，后来有担任长老，伊也是医生，是林光华博士的阿公。陈天图、林和、廖福队。这是王大必执事的小段，是郭文鼎长老所写。这张是1913年耶稣圣教西里东会的长老会，也就是小会所开立，代表教会参加重大会的政府代议长老文件。会证是今仔日的小会议长。迄段当时是四经同会合聘，顺会牧师林学强担任同会的会证。廖成丕长老虽然是大地主，毋过伊热心伫信仰甲教会。廖文艺博士是伊的第三囝。2012年1月16日，王华东牧师王爱兰医师因转来西里顺经，因是王大必长老的孙。这张是1922年大正11年西里教会的孝单。这张是西里大东路教会的时期，伫车仔头就是现今的五洲麻糍的隔壁。
倒边是旧的大东路教会的相片，头前面还佫有5分仔车的铁路伫行。正少边即间铁厝，就是大东路礼拜堂以前的所在。即张是车头教会礼拜堂内面的相片。为着教会增长的需要，所以主后1927年12月初7，有聘请吴再兴牧师担任西丽教会第一任的牧师，专职牧养教会。1930年继任的杨树勇牧师是早期台湾教会界真有名望的教会史教授。吴再兴牧师牧师娘的墓葬伫福美教会的墓园内面。杨树勇牧师伊伫1930年到1933年来西丽教会担任第2任的牧师。这是杨树勇牧师的小段。第3任是蔡两全牧师，伫1933年到1936年来西丽担任牧师。这是蔡两全牧师的小段。西丽教会第4任的牧师是林景新牧师，伫1936年到1952年来西丽担任牧师。一直西丽牧会有16年，是早期牧养西丽教会上久的牧师。西丽教会保存上早的相片是林景新牧师在任的时，伫1949年10月初9所翕庆祝教会设教70周年典礼的几张纪念相。教会伫车仔头礼拜堂的时期，教势稳定，渐渐进步，有设儿童主日学，伫1913年创办，嘛有妇人会，也就是妇女团契、青年会，就是青少年团契，阁有圣乐队，才会组织成立。这张批是林景新牧师请示西丽教会的批信。这是1949年10月初9，西丽教会伫车仔头的礼拜堂举行70周年教会的成立纪念的这个总相。这是70周年迄当当时年长者甲中职牧师的纪念相片。设教70周年伫车仔头礼拜堂举行的相片。这是相片家己放大的部分。西丽教会早期出身的牧者，伫70周年有刻一粒纪念囡仔，毋过即粒囡仔无伫教会的收藏内底。话讲廖成丕长老，伊的个性温和，毋过精明
熬做代志，伊的即个人脉嘛真充沛，佮真够理财，所以不断购买田地，伫日治时代就已经累积差不多成千甲的土地，成做长隆时台湾州数一数二的大地主。廖成丕受伊的母陈明镜信仰熏陶，那虔诚信基督，也热心伫教会的发展。伊一方面受老爸传统汉学的导引，另外一方面也积极体验基督教所传授西洋的文明，使得伊终身也扮演进步开明者的角色。虽然伊一生无去过日本，毋过伊栽培也鼓励小弟甲囡仔拢出国留学进修。上时阵3个查某囝也拢读到女中毕业，年轻的一辈也拢接受新式的教育。因的家族两代有出7位杰出的博士，长隆时独冠全台，传为美谈。廖成丕伊伫事业有成，加上学识超群，所以伫1916年大正5年，互日本政府赏识提拔，正做家己厅西丽支厅西丽区的区长任职4年，那包含担任属托区长有10外年之久，所以对西丽街早期的发展建树未少。这是廖成丕的纪念铜像。廖成丕捌担任过西丽信用组合的组长10年，通讲政商通达，也因为伊长隆时信仰所的人无济，所以还佫有一个地方特讲的外号，叫做日狗皮仔的外号。之后1924年，因为西镇都市计划改正道路，逼近大同路车仔头礼拜堂，所以教会有计划要佫迁徙来起新的礼拜堂。有得到廖成丕长老夫妇允献家买就是现在延平路385号大约3分地，做新的礼拜堂用地。廖成丕伫1925年兴筑西丽早期上出名的西洋楼仔大圣堂，了解两代厝房也拢伫因的栽培资源下面。这是廖成丕甲伊起的大圣堂。原本廖成丕的第三小弟廖三重二道修，伊伫1902年读台南新学院，本体也献身准备做传道。台南大学后毕业了后，又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学院甲早稻田大学，成绩也真优等，是了解公认的天才。无拍算，煞得着脑病，伫日本九州治疗几年后，犹原不幸过身，享年28岁，互人真惋惜。另外，廖成丕的大囝廖文仁，日本京都大学医学博士，伫应邀要转来台湾台北帝大医学院教册的前2个月，也不幸过身，享年47岁。观察运转来，伫故乡落叶归根。廖成丕热心信仰，前后担任教会长老35年。1939年5月6日，因为腰子病过身，享年69岁。因拢葬伫西丽小家东大成家族墓园。
廖丹明镜伫翁婿过身的迄年10月24日，受选正做教会的执事。伫当当年65岁，1941年按立做长老，是教会的调职。丹明镜出世伫1875年公元元年9月21日，因为伊天资聪颖，6岁对爸母厝里信主，13岁入去台南长老教女学，就是中英女中就学，是第一届的学生。伊14岁对兄哥陈有成伫大陆一带传道布道，了搁复学到毕业。18岁过来西丽，是梁院大囝廖成丕的夫人，20岁受洗。伊有信心、能力也强，也勤俭持家，靠着以地换地方式做买卖，甲伊翁婿争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，通讲是廖家的金家母。这张相片是西丽延平路甲建兴路口，伫第一银行对面，原廖文艺家族的店面，后来拢卖掉，即马的店面咧做火鸡肉饭。伫火鸡肉饭的山墙褪色的旗原底伫日本时代是日本国旗，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初期有甲伊改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。1946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中国国民党政府趁机接收台湾做领土。隔年发生228事件惨案，迄时廖成丕的二囝廖文恪甲第三囝廖文义，因两个兄弟伫中国上海积极为着营救228事件受难者以及为善后工作奔波，结果反转被列做通缉要犯追捕，不得不流亡海外，投入推动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大业。廖文恪博士是上早的台独思想理论家，受政治迫害客死香港。廖文艺博士被尊称是台独运动的祖师爷，捌担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，流亡海外18年。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伫国际社会挂出第一块台独的招牌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、台湾民族论甲民族自决论。廖家受这波及以后，就常常遭受国民党特务骚扰甲监视，所受的压迫甲困扰超出咱的想象。譬如讲，情治单位调查人员差不多每礼拜一2遍到廖家搬查，而且公然伫遐并物件查扣，因认为是颠覆政府的证物。1949年9月，廖文艺的第5小弟廖文正，互执政当局用莫须有的民主动员案落实罪名，入监关115日才释放。廖文正伫狱中顿悟性命，希望若会当平安出狱，要热心基督信仰，
也奉献心力，建设西教会新下礼拜堂，来回报上帝丰恩。个人出家了后，就开始筹划教会的签线，甲新礼拜堂的献建。现今西教会下礼拜堂甲牧师馆的建筑故事，就是来自伊的卡斯营建。这是廖文艺甲伊的第5小弟的相片。